哦，道哥调记的歌曲啊，在网络上搜寻，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歌曲名称像这个歌曲名称前面都加上井字哈，然后发布贴文以后点按超连结，然后就出现了相关的资料，再加入播放清单，在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有没有？也可以移除哎。刚刚找到了那个不适合的，要把它移除掉，以后要重新来搜寻，这个有搜寻过了，你看都列出来，你看哦，总共有50几首呢，搜寻过了都是有井字加上歌曲名称的。刚刚发现那个追梦，不适合，加入了播放清单，不适合，所以要再加上歌曲追梦歌曲，这样来搜寻看看。追梦歌曲哦，一天追梦哦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一天唱的哦，这样加入播放清单，又比较不会把那个节目了哈，电视剧节目的加进去了。还来点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按勾选，勾选第2项，按完成。一天唱的歌，你看那歌唱综艺节目的呢，难免会有那个表演的画面呢，这样就加入了